我觉得其实5月份要缴的税大部分是国税了，那国税是由中央来处理。那至于地方税，可能是6、7月间，我们再来考量，可能会受到冲击，因为主要是以产业的冲击为主，因为餐厅啦、交通啦或其他的部分，政府一方面有这个纾困的措施，一方面也研议说是否要这个减税。那至于地方税的部分，可能如果是针对个别的受薪阶级，他的收入有受到影响的话，我们会再研议是否用这个其他的方式来补贴。那我个人是觉得说，用现金的补贴比用那个税金、税负的减免，可能对民众来讲，可能会比较感受不一样。那至于是要用哪一种方式，我们还必须要再跟其他的内部要去研议，还有跟其他的县市只要采取一致性的做法。是，所以市长，您针对如果像减税的部分，你希望中央也会能够来体恤这种市民的这种苦处来减税吗？税分两种，一种中央税一个国税，一个地方税的。地方税的部分我们自行研议，那中央税的部分，我们当然希望说中央能够体恤民众的这个生活比较陷入困境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。而且中央税的部分是全国一致，地方税的部分为了避免地方互相加码或互相做不一致的处理，我们觉得其实地方税我们也会找6都或其他的地方首长，大家一起研议有一个统一性的做法会比较好。